内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秋天是食金仔的季节。宜兰大溪有渔民找到新方法，饲出来的沙公，短3个月就会当饲到1斤半这么大。原来伊甲生里的废弃的鱼碗内底小淡菜，摕来饲这个金仔，互准活率为1成提悬到4成，而且安尼饲出来的沙公大只，阁有肉，摕来炒、摕来煮，拢真好食。 新鲜的海产料理，滚甲热噗噗，就伫要上桌啊！真好食的金仔肉，还佫有金仔仁，互人看了要流嘴软。稍微把它搅拌一下，为什么会有黏住的那个肉才会一样熟？介意食种较有够味的，就爱将香港式的咸椒金仔。煮的拢爱好啦，美美啊！ 秋天就是食金仔季节，宜兰大溪饲金仔嘛已经到甲3季，有渔民采用新的饲的方法，提高袂少产量。你佫有肉，肉足济，这换这放两天也袂死。用当地无爱甜鱼碗内面所生长的小淡菜来饲金仔，互存活率是对1成提悬到4成，其中这菜脣的生长率愈悬，短3个月就会当有1斤半。这饲3个月尔。 3个月这大只。这菜脣的金仔讲是非常有力，活动力十足。渔民讲这小淡菜会当帮忙食掉鱼碗内面上侪水藻，嘛袂像人工饲料会破坏掉鱼碗内水质，才会当提高金仔的生长率甲存活率，真正会当讲是小兵